有啲事情咧唔係你選擇嘅，你都冇計劃過嘅，亦都冇同意喎。但係你嘅人生咧就被徹底改變，環境又改變咗，身份又改變埋，甚至咧自己所站立嘅位置咧都完全唔同，唔再一樣。你只能夠問啦，就係咧我喺一個冇選擇嘅情況底下，我呢一個人仲可以點樣活下去啊？喺列王紀下5章裏邊度咧，就記載咗一個冇留下名字嘅一個人。聖經咧就只係話咧佢係一個小女子。佢本嚟咧就係以色列裏邊普通家庭嘅一個女仔啦。咁因為戰爭嘅緣故咧，佢就被亞蘭人擄走咗嘅，就成為奴隸添。佢嘅人生咧唔係慢慢改變，而係咧被奪走咗。更加困難嘅咧就係咧佢服侍嘅主人咧就係亞蘭嘅將軍乃縵。而呢個乃縵咧正正就係帶兵攻擊佢家鄉嘅人嘅嗰個。換句話講啦，佢每日要面對嘅咧就係好可能就係嗰個參與摧毀佢嘅人生嘅嗰個。呢個環境咧唔單止係痛苦啊，仲帶住一種好深嘅張力啊！如果係你嘅話，你會點樣對待呢一個人呢？聖經就記載咗一件好簡單嘅事，乃縵呢就患上咗麻風病，而呢一個小女子咧就對佢嘅主母就講啦：我巴不得我主人咧去見呢個撒瑪利亞嘅先知，就必能治好他的病。呢句嘅説話咧冇長篇嘅解釋，亦都冇咧嗰啲掙扎嘅描述。就係正因為咁嘅緣故咧，呢句説話顯得好有分量嘅。佢可以選擇沉默㗎，佢可以選擇就咁讓呢件事情自由地發展落去啦。甚至無咧，佢心裏邊度可以咁諗啊，就係佢應得嘅。但係佢冇喎，佢冇因為自己曾經受過傷嘅緣故咧，就將同樣嘅傷害留俾別人。佢冇話因為自己受過挫敗嘅緣故咧，佢就放棄對神嘅信任。其實好唔容易嘅，因為好多時候人會喺一個唔公平嘅情況底下會問啦：神你去咗邊度啊？咁樣。但係呢個小女子咧，冇講太多嘅嘢，佢只係做咗一件事，一個喺佢唔屬於嘅地方當中裏邊度提起佢所相信嘅神。佢冇位置嘅喎，佢仍然成為將人帶到去神嗰度嘅嗰一位。故事後來嘅發展咧，就係乃縵咧就真係去揾呢個先知以利沙，最後仲得到醫治。整件事嘅開始咧，唔係由一個偉大嘅人物展開，而係來自一個咧被擄冇名字嘅小女子。佢冇改變到整個嘅時代啊，但係佢改變咗一個人嘅方向。如果你嘅人生咧有部分咧，你都覺得唔係你自己揀嘅，甚至乎你曾經因為別人嘅決定嘅緣故而承受後果，或者你可以讀一讀《列王紀下》5章頭嗰幾節嘅短短嘅經文裏邊度，俾我哋睇到一個咧本來冇位置，仍然可以選擇點樣活嘅一個例子。有時候真正影響世界嘅唔係嗰啲手握大權嘅人，而係嗰啲咧喺困境之中裏邊度咧仍然選擇唔俾自己嘅心變硬。我哋嘅人生仍然喺呢條未竟之道上邊度前行中。